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人類觀察課。唔知由幾時開始，香港人見面最常講嘅一句嘢，唔再係食咗飯未，而係哇，點解咁快又中秋？點解好似先啱啱拜完年咁？呢種時間加速感係一個全人類共同經歷緊嘅集體現象。如果你覺得時間行快咗，我可以話俾你聽，你嘅直覺可能係啱㗎。喺主流科學界，佢哋會用一堆心理學名詞嚟安撫你，話呢啲只係大腦嘅錯覺。但係當我哋將微觀嘅心理學、中觀嘅地球物理學同埋宏觀嘅量子力學數據擺埋一齊睇嘅時候，你會發現一個心寒嘅可能性。就我哋生存緊嘅時空機質 Space-Time Matrix，可能真係俾人做咗手腳，先要拆解官方科學家俾我哋嘅標準答案。專業心理學認為，人類對時間嘅感知係基於記憶密度。細路仔時期，你大腦對世界係一片空白。第一次見到落雨，第一次食雪糕，大腦會開足馬力去記錄，因為資訊量大，回憶起嚟就好似一條好長嘅菲林。但係到咗成年，你嘅生活變成咗機械式重複，返工、塞車、開會、食飯、瞓覺。大腦為咗慳能量，會啟動自動過濾模式。當你生活冇晒新奇感，大腦就唔會再寫入新嘅記憶。結果一年過去，你記憶庫入邊只係得返幾張模糊嘅相。呢個就係點解你覺得眨下眼就過咗一年。第二就係比例理論 The Proportional Theory。呢個係最常用嚟解釋時間加速嘅數學模型。對於一個5歲嘅細路，一年係佢人生嘅20%，長到不得了。但對於一個50歲嘅人，一年只係人生嘅2%。比例上，時間會顯得越嚟越短。但係問題嚟啦，如果純粹係心理錯覺，點解連幾歲嘅小朋友而家都會覺得一日好快過？點解連全世界最精準嘅原子鐘近年都錄到咗不尋常嘅數據？根據國際地球自轉事務管理局 IERS 嘅數據，地球自轉一直以嚟都係變慢緊㗎，所以人類歷史上一直都要加住秒嚟對準時間。但係由2020年開始，情況突然反轉，地球轉快咗。2020年錄得咗自1960年以嚟最短嘅28日，去到2022年6月29號，地球自轉比標準24小時短咗1.59毫秒。雖然毫秒聽落微不足道，但喺物理規律上，呢一種大規模嘅加速係極之唔尋常。官方科學家會話，你聽呢啲係因為錢德勒擺動 Chandler Wobble， 或者係因為全球暖化令兩極冰川融化，質量向赤道移動，好似溜冰運動員收縮手臂轉得更快咁。但係呢一啲解釋根本唔足以支撐全球範圍內嗰種強烈嘅加速感。有冇可能係地球嘅舒曼共振 Schumann Resonance 發生咗變異？舒曼共振被稱為地球嘅心跳，長期維持喺7.83赫茲，但近年有觀測顯示，舒曼共振頻率多次衝上16赫茲，甚至更高。根據某啲神經學家嘅說法，人類大腦嘅電波頻率係同舒曼共振同步嘅。當地球嘅心跳加速，人類嘅生物時鐘就會被強制超頻，令你主觀感覺到時間飛逝，產生一種莫名其妙嘅焦慮同趕急感。如果話地球轉快咗只係物理現象，咁曼德拉效應就係證明時間線被修改過嘅鐵證。點解好多人會記得曼德拉一早喺監獄死咗？點解大家記憶中某啲品牌嘅 logo 同而家嘅現實唔同？有一個極大膽嘅假說，就係關大型強子對撞機事立。位於瑞士嘅 CERN 每次進行高能粒子對撞，其實都喺度撕開緊時空嘅薄膜。有人認為科學家喺實驗過程中意外，或者係專登改變咗我哋嘅時間頻率，甚至將我哋成個文明推入咗一條加速中嘅平行時空。我哋而家經歷緊嘅時間加速，其實係時空修正後嘅後遺症。喺陰謀論界有一個長期被主流科學打壓嘅理論，就係舒曼共振變異論。舒曼共振係乜？簡單講，佢係地球大氣層同電離層之間形成嘅一種低頻電磁波，頻率一直穩定喺7.83赫茲。
有趣嘅係，人類大腦嘅 alpha waves，即係我哋處於放鬆、冥想、學習狀態時嘅腦電波，啱啱好就係呢個頻率。所以7.83 Hz 一直被稱為地球嘅呼吸或者神聖嘅頻率。但係由2014年開始，呢一個穩定咗幾萬年嘅頻率突然發癲。根據俄羅斯太空觀測站嘅數據，舒曼共振頻率多次突破16Hz，甚至有時飆升到36Hz以上，代表極度焦慮、壓力同埋高速運作。點解地球嘅心跳會突然超頻？有一派說法認為呢個唔係自然現象，而係某種大規模地磁武器，例如高頻主動極光研究計劃嘅實驗結果。透過改變地球嘅基礎頻率，背後嘅影子，政府可以強行將全人類嘅生物時鐘較快。當你個腦長期處於超頻狀態，你對時間嘅主觀感知會縮短。一年就好似一個月，一日就好似一個鐘。點解要咁做？因為一個焦慮、覺得時間唔夠用、疲於奔命嘅人，係最容易被管理、最無餘力去思考真相嘅奴隸。講到時間加速，絕對繞唔過位於瑞士同法國邊境嘅歐洲核子研究組織。佢哋擁有一台全長27公里嘅大型強子對撞機。官方話對撞機係為咗揾上帝粒子，即係希格斯玻色子。但陰謀論者相信，相真正嘅目的係打開維度之門，或者操控時間線。你發覺時間快咗，其實可能係因為時空機質變得唔穩定。當高能粒子對撞撕開時空嗰陣，我哋原本穩定嘅時間流會產生跳幀，就好似睇片嗰陣，如果網速唔夠，畫面會跳格，導致片長雖然一樣，但係內容縮水咗。有人大膽假設，我哋而家經歷緊嘅加速係因為我哋身處嘅呢一條時間線已經俾人修改過無數次，每次修改，時空嘅穩定性就會下降，導致物理常數發生微調，時間感知嘅崩塌就係現實崩壞嘅先兆。如果話 CERN 係喺物理層面喐手，咁矽谷嘅科技巨頭就係喺認知層面完成最後一擊。你有冇發現，而家你已經睇唔入超過10分鐘嘅片 ？TikTok、Instagram Reels、YouTube Shorts 呢一啲短影音，其實係一種精準嘅神經科學實驗。呢一啲平台透過極短、極刺激嘅內容，瘋狂榨取你大腦嘅多巴胺。當你習慣咗以15秒為一個資訊單位，你大腦處理時間嘅週期就會被極度壓縮。專業分析指出，呢一種碎片化會導致大腦嘅前額葉皮質 （prefrontal cortex） 功能弱化，令你喪失對長遠時間嘅規劃感。呢一個係一場有意識嘅時間掠奪。科技公司透過演算法，將你嘅主觀時間切割成無數殘片。當你碌過咗2個鐘短片，你覺得只係過咗5分鐘，但你人生嘅2個鐘已經被偷走咗。呢種集體式嘅時間感喪失，令社會進入一種 eternal prison。冇人再關心歷史，亦都冇人有能力預測未來。最後，我哋要提升到靈性嘅層次。喺好多古老預言，例如瑪雅曆法、印度嘅加尼年代 Kali Yuga 入邊，都提到過文明末期會出現時間加速。有靈性導師認為，地球而家正係處於密度轉換嘅階段。隨住地球能量頻率提升，物質世界嘅線性時間感會慢慢瓦解。對於覺醒緊嘅人嚟講，時間唔再係一條線，而係一個點。某啲秘密組織知道呢個收割期即將降臨，所以佢哋利用負面頻率、戰爭、病毒同埋數位監控，試圖將人類嘅集體意識釘死喺低頻嘅焦慮時間入邊，防止人類隨住地球一齊升維。時間感嘅極速崩潰，其實係2種不同頻率喺度爭奪人類意識嘅表現。去到呢度，我哋會發現時間加速絕對唔係一個單一原因可以解釋，佢係一場結合咗大腦衰退、物理規律變異、地磁操縱同埋數位洗腦嘅全方位夾擊。最終嘅真相可能係時間從來都唔係客觀存在。講到 CERN，即係歐洲核子研究組織，呢個位於瑞士地底100米、全長27公里嘅大型強子對撞機 LHC，絕對係全世界陰謀論嘅核心。
官方科學家話佢係為咗研究物質微觀結構，但喺知情人士眼中，CERN根本就係一個由精英階層控制嘅時空修改器。點解我哋會集體覺得時間快咗？陰謀論認為，CERN每次進行高能粒子對撞，其實都係喺度強行改變我哋身處嘅現實頻率。有一派學說指出，呢個叫時空縫合 （stitching time）。原本我哋嗰條舊時間線喺2012年前後已經因為某種災難而毀滅咗。CERN 嘅科學家利用粒子對撞產生嘅高能量，將人類文明嘅意識縫合去另一條相似嘅平行時間線。呢一種時空移植唔係完美㗎，曼德拉效應就係移植後嘅排斥反應，而時間加速就係新時間線嘅物理特性。呢一條新線嘅基質 matrix 比較薄，能量流動得快，導致我哋主觀感覺一日短咗。CERN 嘅標誌由3個阿拉伯數目6字組成，門口仲擺住印度教破壞之神濕婆 Shiva 跳毀滅之舞嘅雕像。呢一啲象徵意義令好多人相信 LHC 唔係攞嚟做物理實驗，而係一個跨維度傳送門。嗰度嘅科學家承認過，佢哋希望透過對撞揾出隱藏維度。陰謀論認為，當佢哋成功將能量打入其他維度，我哋呢個維度嘅引力會產生微小波動。根據相對論，引力同時間係一體兩面，引力嘅混亂直接導致咗我哋時空感嘅扭曲，令時間呢個概念變得極之唔穩定。亦有理論指，CERN實際上係同土星嘅頻率連線，透過 LHC 釋放嘅高頻，令全人類進入一種趕急、焦慮、快速消耗嘅集體意識。而家CERN已經完成咗升級，對撞能量達到前所未有嘅13.6 TeV。隨住對撞頻率增加，現實世界嘅跳格會越嚟越頻繁。你會發覺有時明明過咗1個鐘，個鐘先跳咗15分鐘，或者你覺得只係發咗一陣呆，2個鐘就冇咗。陰謀論者相信，CERN最終嘅實驗目標係完全抹除舊人類嘅時間觀念，將我哋徹底鎖死喺一個由佢哋操控嘅瞬時現實入邊，令我哋喪失對歷史嘅反思能力同對未來嘅預判力。呢個研究組織，我哋係要睇埋佢背後嗰啲極之唔尋常，甚至係帶有宗教色彩嘅符號學及秘密行動。如果深入挖掘，就會發現CERN唔似一個純粹嘅科研機構，反而更似一個現代版嘅通天塔 Tower of Babel。喺總部大樓門口，最搶眼嘅唔係愛因斯坦或者牛頓嘅雕像，而係由印度政府送嘅濕婆神像 Nataraja。濕婆喺印度教中代表毀滅，佢跳住舞將舊世界摧毀，從而創造新世界。科學界通常話呢個係量子宇宙粒子嘅舞蹈，但知情人士認為呢個係一個公開嘅隱喻。濕婆踩住嗰個矮人 Apasmara， 像指無知同遺忘。CERN嘅真正目的係透過高能對撞毀滅舊有嘅線性時間線，從而創造出一個由佢哋定義嘅新現實。2016年有一段瘋傳嘅片，顯示有一班着住黑斗篷嘅人喺濕婆像前面進行疑似祭祀儀式。雖然官方事後出嚟話呢啲只係員工惡搞，但呢度係全世界保安最嚴密嘅地方之一，點會有人可以喺核心區域玩呢啲嘢？有人相信呢個係一種頻率校準，利用古老儀式嘅能量去引導對撞機開啟嘅維度缺口。2012年，CERN宣布揾到希格斯玻色子 God particle， 但陰謀論者指出呢個只係一個掩飾，對撞機產生嘅高能量，實際上係想喺時空織布 space-time fabric 上燒出一個窿。前任主任 Ralph Dieter Heuer 曾經講過一句好耐人尋味嘅說話：當我哋打開呢道門，可能會有嘢行出嚟，或者我哋可以送嘢入去。好多人問點解2012年瑪雅預言世界末日冇發生？陰謀論觀點係其實世界末日已經發生咗。另一派理論認為地球本來會被一股強大嘅銀河射線摧毀。CERN 喺嗰一年啟動咗最大功率嘅對撞，利用引力氹陷，將全人類嘅集體意識強行轉移去一條備用時間線 Timeline B。
呢條 Timeline B 唔係一個自然嘅時空，而係一個由雙高能磁場維持住嘅模擬現實。因為係人造㗎，佢嘅穩定性極低。隨住時間推移，呢一條線嘅時間會越行越快，直到最後徹底崩塌。呢個就係點解2012年之後曼德拉效應先至會大規模爆發。相覺得27公里唔夠，佢哋而家計劃緊興建一個全長100公里嘅未來環形對撞機 FCC， 能量會比而家強7倍。有人認為當 FCC 啟動，時間加速會進入指數級增長，到時人類可能已經分唔清過去同未來。影子政府希望透過呢種時空混沌，令大眾徹底失去方向感，從而更容易推行佢哋嘅新世界秩序。總結嚟講，雙唔係喺度研究物理，佢係喺度重寫宇宙嘅源代碼。時間加速只不過係佢哋喺後台跑程式靠時造成嘅系統過熱。人類觀察課為你帶嚟唔同嘅人類故事，分析人類種種嘅不同心理面貌，觀察人類不為人知嘅陰暗面。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哋嘅頻道，記得俾 like、分享、留言。當然仲要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啦。下期節目再見，拜拜。